伊俩特别向父亲爷爷发问好伊俩也是特别向业务说问好，就是在今天的节目这个你们那边不是有问题但是我先不说话的首先的我也对那些上帝的要说到祝福，就是那些别信仰了已经进跑步，还有那些已经进来到这个神的王国，要说保佑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时刻就是关于全世界的局势这个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们要说说关于全世界的局势这边都有话应该有应验了，这位话这个道要被应验的道今天就要教训你们那些已经聊到就是我给他们的确认的那些不知道那就请你们要专心听吧我们先要说说关于俄罗斯跟伊朗这个国家的关系因为俄罗斯就宣布了，就是布丁总统就是俄罗斯的总统，他宣布了说他是跟伊朗这个国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有这个问题假如说你们不太清楚他们的历史，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在冲突就是伊朗先要把他们的飞弹要攻击他们，因为以色列人都把那些在那个利班这个，因为他们就是那个真主党。因为这个真主党一直都有反对以色列的，他们住在利班这个国家。就是他们那个把他们这个真主党长把别他们杀死，被他们杀掉了然后这个就引惹伊朗那个国家愤怒然后他就是立刻要攻击以色列的，攻击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穆萨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他们那个机场，就是他们那个要机场，按照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好像要打坏了是假真机应该是最后定的新闻就是应该是F-35加这个飞机然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愤怒然后他们就决定的来攻打伊朗。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它有非常密切的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先说说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要帮助以色列的，为什么美国人一直要支持以色列的，这个是我父亲的话，这个伊朗这个名字真的有自己的意思就是伊朗的父亲的话是什么？你们都听见了吗？
耶法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啊，就是你们在听教导，都是能掌握这事啊。他的名字就是耶法，就在犹太的书卷的，他是差遣以来的，就来到你们的当中，就是成为耶法。他也是有差遣了呀，我说就是他亲爱的儿子，就是他有通过他的道来。就是我们就是在最后的上课的教训，第四课的教训已经讲过了，其实啊，然后然后这位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就是党的称呼是以色列的上帝，他就对他们要颁布要遵守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他就要颁布这个法律啊。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是要对以色列的，不是对马达加斯加或者是科摩那个国家，或者日本，或者是英国人的，确实要给以色列的要遵守。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已经的颁布啊，按常的教训的，他们都是描述这个法律啊。然后就是这个父亲也要生气了，然后他把这个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要废掉了，就是他不再给他们要做那个宪兵的。我们都是在以赛亚，在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一起念的。我们都一起呀。应该就是以赛亚书第66章。对了，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不好意思，这边就是在这里就父亲耶和华就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献这个奉献这个都把废掉了，这个就表示那个是条件都被废掉啊，因为没有与他们赎罪啊，那以色列的儿女都要变成了犯罪啊，并且这位上帝就不跟着那些犯罪的人在一起啊。假冒为善的宰女，好像杀人的，想要搞，好像打着烤箱，献公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的拣选了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的，心可中悟的事。我也必拣选了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领导他们，因为我呼唤的无人答应，我说话的他们不听从我，反倒喜怒严重的抗为恶的拣选我必须要的。这边说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就父亲的，这位父亲亚亚法真的，因为他们呼叫他们的时候，却他们没有人答应的，那从这边就说没有他们就说变成了犯罪啊，他们就。因为他们变成了为犯罪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他们赎罪呀，那就是父亲的亚亚法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成不能听见。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大眼免不听你们，那这个话就很清楚了。这位父亲亚亚法就从来不听那些犯罪的祷告，因为父亲亚亚法把那个奉献病的为他们属为以色列的赎罪，那他们以色列的儿女就不再认识这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从此那些假冒那些冒充那些假上帝，伊斯兰教就是说阿拉罗马天主教就是说亚维
有些是要冒充了，然后有些是要冒充了，然后就个个都要冒充他自己的上帝啊！却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这个是父亲要愤怒的说，与他隔绝，他们不再认识这位父亲他们从这方面就不在认识上不认识他。然后那些冒充那些耶和华亚威伊斯兰教叫他阿拉。伊斯兰教就是在公元的约400年的就是天主教应该就是在公元的100年前的，我也没记得清楚啊，因为这个是具体的时间了。为了这个，就上帝的儿子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教训这个民意啊，因为都是没有人在认识这个名字，就是他们以色列的，因为就是为了这个那位救活的先知就说，我把你的名字交给他们，应该这个就在在。约翰福音的应该是第17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第17章。对了26节，亚乌刷必须向门徒要指示的父亲的名字。我已将你的名字指示他们，还有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了我已经把他名字指示他们，因为要指示他们，也没有人在认识他，就是根据最后的先知然后说，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来说，那话是被念了，你没有什么话再给直接这个犹太的圣经根据亚伯拉罕的上帝都被念了，现在都是实在的那。情况是发生是怎么样？就是以色列的要不听从这个上帝所赐给他们这个法律，因为他们不听从的时候，那就父亲就愤怒，他就不叫他们在奉这个贡献的，这个就在我说在十字架上把他又废掉拆毁掉，就是我说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来确认的是摩西的律法50条，就是被废掉了。因为这个就在以弗所书在第2章第15节，就是有10条节是被拆毁掉，在希伯来话是10条节是被废掉。这个就给我们证明的，并且就是我。给他们回答有人在说是到底是谁来废掉这个10条节，因为这个是他的父亲所赐给他怎么把这个要拆毁掉？因为就是他父亲按照以赛亚第66章第3节就说不可以再奉献饼给，因为如果你再继续要遵守的话。你就会死了，因为亲爱的父亲先把它拆毁掉，那就是好。因为我说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他就把10条节和摩西的律法要在十字架上要要废掉啊。这个就是我们打个括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这个。
想说，我对你们想说，就是你们赶快转向导呀！我说，尤其是你们被别人迷惑了，要遵守是条件。对你们被人迷惑了，为了遵守这个是条件，为了这个就是呀，因为你们真的被迷惑了。你们是被下毒的，你们那边的手机有那个声音不对啊，请你们检查一下。那我就讲下去吧。以色列的儿女要不听从这个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之后啊，就是父亲呀要愤怒啊，然后他就说我要把你们都赶出去啊！我们一起念下，就是按照那个利未记第26章，我们就从第几。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到31节开始。这个是到底在哪啊？利未记第26章第30节31节第32节到33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教坛，砍下你们的日下，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花亮，使你们的终身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问你们的形象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土地就因此差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把刀追赶你们的地又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又变为荒凉，他们就被散在列邦中，就是以色列人的，一旦要不听从亚哈瓦的命令，他们就被赶散了，因为就是给他们要劝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杀了。因为亚乌帅被他们杀了，要劝告他们就专门的要杀掉父亲亚哈瓦的先知。那我今天对你们说的就是那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他们的是父亲亚哈瓦真的要把他们要赶散了，从那个波斯亚述人的当代的时候啊，巴比伦就在那个尼布尼基撒王波斯人的亚述人波斯人就是伊朗。那现在是那个伊拉克，然后就是是谁呀？那个希腊那个国家，罗马这个国家也来攻击他们。这些国家都来攻击他们，借助那种的野兽来攻击过了以色列的2年的就开始有解释，但是具体的时间就是2003年的关于这个语言的，因为以前都是要在关于拆毁是调节被拆毁掉了1995年的就开始要教训，要是调节这个教导
为了这个原因，呀，我说的，但是跟那些其他的教党就发生的矛盾，当代都是被别人逼迫了。却现在我们都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有些人都冒充了这个教训是他们的，因为就是在那个屏幕上面的那位形成的，当代就被人的逼迫因为这是我的照片，也是我的。因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从他们的地、他们的本地要被赶出去但是就在后来就现在又宣布了说，你们要把他又放到他们的地方，我们来按照就在意思结束，我想先带着你们一起念这个意思结束，应该是第37，我们一起念吧，一起意思结束第37章，我们来一起念吧。第21节，第22，我们一起念。意思结束第37章第21节开始，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的人，因为就是他们要被虐待到别的国家，因为根据那个法律，就是他们被赶上到亚述人、巴比伦人的、波斯人的，因为他们被赶上了。到全世界，因为都有许多的国家来攻击他们就被废掉了。我要将以色列人的从他们所当的各国收取，要从四围的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身上成为一国，有意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因为以前都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不了解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就他们以前就是被分二国，一个是犹大，这个是应该是在北方，应该在南部，这个是不太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当代的历史他们这两个国都一直有矛盾了。这父亲的话就说，他们就是要回本地的时候，就是我有叫他们回到本地，他们就不再为二国。那现在就是他们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总统，却为了就是那个别人在控制他们的时候，就是那要管理他们，就总理就是那个便雅悯的尼坦纳胡这位先生，就是他非常固执，在反对所有的人，这是真的。就是有人在想以色列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国家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有杀害他儿子，他怎么爱他？他藐视他，他怎么爱？他不听从的，他有描述他的荣耀，要亵渎的他的荣耀，他怎么爱？如果他爱着他们，怎么把他赶出去如果是他真的爱，他怎么要被虐待到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都被虐待因为他被赶上到全世界，这个就表示他是生气。那你想问，那为什么他要归回到本地？因为他跟亚伯兰立了约，亚伯兰都从不要帮助他，然后他说我这个地方要
给你的后代。所以那个阿拉伯就当代的阿拉伯是谁啊？就是要那个阿拉伯当代那个阿拉伯宗教允许的伊斯兰教的这个伊斯兰教当代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然后这个地方就属于他们，这个就在公元400年的以色列的就是要已经要被赶出去啊。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有伊斯兰教的西院的欧马，人家就是那个他们伊斯兰教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建筑了他们的寺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情况是太危险了，就是你把亚伯拉罕的上帝要跟那个伊斯兰教的上帝要住在一起啊！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要上帝要愤怒，就想挑战他。因为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的大师以利亚，就是要教训亚伯拉罕所求告的上帝到底是谁？我这个已经教训过你们。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他叫亚亚法，因为就在那个西院，那个伊斯兰教的西院有建筑在那里，对他是不能介绍的。因为为了这个，必须要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对了。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必须要建筑了，那这个就是危险了。因为阿拉伯寺院了，就是我们有两家，这个是太危险了。这个就能证明的以色列的是要遇到很复杂的情况。原来就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又被伊斯兰教建筑了寺院的，这个就在描述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那就是我就说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以色列的非常生气到不得了，然后就把他们都赶出去啊！别赶出去的时候，就要叫他们的归本地啊！因为以色列的要归还本地的时候那就是那些国家要把他回到本地的时候，就受到这个命令的，要看守他们像看守牧羊一样的，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那些阿拉伯那个国家都已经控制这个国家，已经公元400年的，因为就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些那些地方都是以色列的地方。因为因为以色列的边境就在创世纪第15章，那个地方是挺大的，却为了由于父亲亚亚法的愤怒就把他们赶出去却父亲亚亚法是不会变了。因为他跟亚伯拉罕就说过，你的后代要承受这个地所以那他说你们必须要赶出去那为了这个就在以色列的就引起大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大事？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大事却没有反对？在这个全世界上没有有些人就是说有玛雅那个国家，就这个玛雅有什么都没有被应验了。我跟你们讲那个玛雅这个话都是那个阿努纳基那个外星人阿努纳基都是那些本土的天使，都是外星人，他们的上帝都是跟魔鬼是一样的。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预言了说就是那个幕后到了，却要我说的，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却他们就预言了说，在20
12年的就幕后就来了，却只有耶和华的大事，要说这个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都要愿意定那些犯罪的，这个就是让我有惊讶的，就是那些犯罪的限制，那个犯罪的限制，他们都是愿意定，所以那个不犯罪的限制，你们不想定。所以那些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就是说你们想要听就是魔鬼的话，那这个就随便你们，我们来念下那个以利米先知的话，就是在以利米书有说是要把以色列的儿女要归还本地以利米书。31章，列国要听耶和华的话，专要在远处的海岛，就是你们所有的列邦都要听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是耶和华的力量，我们的父亲耶和华。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就在远处的海岛，也赶上以色列的必招取他，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的。就是你们要赶上以色列的，你们就必招取他们。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美国人，因为那个就是那些在那个美国那个地方那边都是远大的犹太的学者，因为英国人都有，法国人都有。因为这些都是给他们要建造武器因为其实就是那些以色列的都是有很多剥削因为受到命令之后要把他们归还本地那就是有美国人的要带着他们到1822年的，就是通过那些飞机要用那些船的其实就是那些比喻就是就是说这个美国要率领北约，就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因为在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是在那个北约都是参加这个北约我们都看到应该英国德国，因为德国有变了，就在后来就是有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呢也不喜欢之类的，因为都是在那个比喻这个极端，所以他们就跟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被下令的，因为都是那些克林顿这个总统都不料到这个事因为就是那个乔治布什乔治布什父亲乔治布什儿子都不料到这个事因为就是那个乔治布什到1990年的，他都难过谁呀？是哪个国家？就伊拉克我也没记得好清楚。他们都来攻击，那是十分生气了。他们对伊拉克人十分生气了，因为他们要杀害以色列的，因为他们都是要受到这个，就是要看守他们像牧羊看守他的羊群一样。所以是哪个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的，他们都要看守是哪位上帝能做这样的话，因为哪位上帝呢抗拒这个话，都是没有一个都能逃走
我们是现在有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国是个强国家，只为了说是他不是个强国家的，这强国家是俄罗斯。因为为了这件事，就在那个 YouTube 上有许多人在向我笑啊，就是在有人在下留言说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代办了，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要教训你不合法的教训，是哪个国家能打败美国？我只有这次来说，他们是不会打败俄罗斯啊！我的上帝是这样说的，他对我来说，你要说没有任何国家能打败俄罗斯，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因为接着就是呢，现在那个叫拜登都在支持以色列的，连那个卡马拉哈里斯现在不知道是哪位要当这个美国总统，都是在支持这个以色列的，我们就到这个话题吧。因为要导致不高兴的，因为在那个黎巴那边有他们的军队，就叫他又生气了。因为这个局势是非常复杂，所以他们都说到那个命令要抗说他们，所以那个美国要不会离开马克龙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有所有的国家都来支持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国际的局势啊，所以你必须你就不能说话的。因为他们都被父亲的压，都是没有人能聊到这父亲的道，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不知道是有话要进行，有些就是要在胡说八道给那个说，然后他们就说是那些模糊的，然后说那个伊朗那个就是那边，但是模糊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都是我这个教导在说到这个模糊，有些就是那个说是那个天主教的教化是耶稣这个那个天主教的教化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都是魔鬼的话，都是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们继续讲下去因为以色列的要归还本地的时候，就通过美国、法国还有英国的那个国家，那就发生什么事了？阿拉伯人住在哪里？你都想一想，他们都已经在公元的1400年的到公元的1882年的，已经他们住在那经1200年的，那有什么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都已经建筑了一个寺院的，有2家大的寺院的，那用什么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你要把那个阿拉伯赶走的时候，那必须那个寺院，他们的寺院都拆掉了，那是能进行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在父亲的压力法是不是的，所以那个以色列人都要归还本地。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阿拉伯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们都在那里住了近1200年的，那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到现在，就是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因为阿拉伯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叫白纸来那个萨达姆都被他们的就那个萨达姆胡塞恩都被他们杀掉了，因为都是他们都在支持以色列的想要他的地方。所以那个美国人都在那边在假装了，在挑战，因为这个就他们就强迫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要赶走，然后把那个以色列归回本地，这个都是为了一年夫妻年发的话，按照那个大都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是归给的后代，因为以色列确实要回到本地，你还说
真正的上帝不是亚亚法，你在低落的时候，谁在那抗拒？这上帝不是亚亚法，你们都没有不了解这个历史，你们都这个看这个情况了，这个都是对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之间引见大的问题，然后。因为就是在伊拉克、伊朗，那个阿拉萨达拉伯，因为其实就是那个阿拉伯，就是从那个他们的，这就是在他们的在沙特阿拉伯，就是他们的主心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那美国人就来攻击伊拉克，不叫他们在攻击是为了避免不叫他们要攻击以色列的。现在他们在追以色列的来攻击伊朗，因为这个就是他们都在心里都有不舒服的，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以色列的在另一方面要不断的来攻击是哪个国家，就是那些阿拉伯，就是在那个黎巴人，就他们的土地都是在往前那家了，为是。叙利亚这个是亚伯拉去过那个地方，就在那个亚述，就在那个亚述黎巴都是以色列的土地啊，所以他们都是被父亲也挨骂的时候就刚上了，却要灾祸，就是叫他们的返回本地啊。因为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土地都是他们。就是都是属于他们的，却那个土地却来那个美国人的，为了这个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教都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的后代，伊斯玛尼利他不是阿拉伯，他是爱自然的，他是爱自然的后代，因为有些人都在辩论的说，以色买利不是阿拉伯，因为他父亲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去老婆的时候，就是他母亲娶一个爱自然的为他妻，所以他就是爱自然的。伊斯玛利都是爱自然的，因为他不是阿拉伯，因为有些人都在对这个话题在辩论，因为伊斯玛利不是个爱自然的，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因为崇拜的时候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要查考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在摩西的五经可以查考，因为以斯玛也就是要娶了一个爱自然的为妻，所以他的后代都是爱自然的。在这方面我想跟你们讲，一是大的问题，到如今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以色列的都是有那些北约、美国、英国都在支持他。就按照那个父亲的按照那个上帝的命令是要抗守他，却在另一方面有一句话在说，以色列人的你有准备啊，因为耶路撒冷攻打你啊，这个话就是在公元的400年以前的，但是我们再接着就在公元的400年的，就在有200年的之间，有甚至说以色列的来攻打耶路撒冷，来攻打以色列的，这是父亲耶和华所颁布的一条法律啊。因为耶路撒冷讲攻打以
色列的，那谁是跟着？谁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是跟着耶路撒的？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太长了，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是活动在暑假啊，我们来念一下。以色结束第38章，我们从第17节、第18节，那应该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个应该差不多了第14、第15、第16。以色结束第38章第14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